为着要鼓励伫外地食头路、佮读册少年家会回乡去投票，台湾青年的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资，要来补贴明年1月12佮13的交通费佮专车2礼拜就募到67万块，打算要开31班车，互将近1000个少年人会当返乡去投票。返乡投票，我不缺席，我不缺席。即马离总统大选敢若剩半个月的时间，进前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款，希望会当替少年人装着回乡投票车资来加开回乡专车。明年1月13，只要开113块，就会当坐专车登去投票，来减轻少年人的负担。经过2礼拜的募款，协会表示已经达到67万的目标，打算要开31班车，如果会当帮助要1000个少年人回乡投票。如果超过70万元的金额，我们就会来加开从南部到中部这样的不同的班次，因为这样的需求比较多，目前的车票也已经接近额满。那如果超过80万元的话，我们就会首先来加开东部，因为台北往返花东是比较不易的。协会也希望伫12月29募款结束进前，会当装着更较侪钱。若准有到70万，会加开3条路线；有到80万，就加开10条。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嘛，呼吁选民会当排除困难，积极来投票。第一，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会当正视而且重视少年人伫咧面对选举、面对投票时的困境，会当甲咱多多帮忙。第二，我想要甲所有会当投票的选民讲。明年的2024正月13号，无论你支持倒一个政党，支持倒一个候选人，这边咱倒来投票。根据中商会统计，明年总统大选满20岁是第一届投票的有103万人。协会表示，头一届投票是正关键的族群，因希望这届的募款计划会当带动少年人积极参与投票，用手头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